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2020年阿里山第一道的日头光，伫个管弦乐团的演奏下，为玉山山脉放射出来，加上有云海来作陪，景致是有够水。同款咧等待日头光的，还有垦丁的龙盘公园，但是真无彩，这个云卡伤高咯，无看到日头出。现场阁有民众无小心，摔落3层楼啊深的窟窿底，好你家在，敢若小可去切着伤。2020年阿里山第一道日头光，早是7点3分，伫弦乐团命运交响曲的乐音中，对玉山慢慢升悬起来。大家赶紧摕手机啊、卡梅拉记录这感动的一刻。阿里山关弹指出，加上微配的云海，景色非常水。导游说可能只有70%，但他也不确定。然后一来又一直下雨，然后我们其实想说没有就算了，所以我现在很爽，开心，觉得我们今年一定会有好运。嘉义县政府举办阿里山日出印象音乐会，上千的民众伫3度的低温，到阿里山看日出、听音乐会。另外，亚曙光的也阁有垦丁的龙盘公园，民众透暝等待，所以因为云伤高，无会看到。不过今年也阁有头一处经过无战机会当观赏。可是没有看到日出，会觉得很日落太阳。消防队马上过来。有民众无看到，感觉真失望。不过，有民众为着要看日出，无细日摔落3层深的窟窿，好佳在无生命危险。